大家好，我係中國香港賽車手運動員劉國雄。喺最近睇到我哋中國嘅張雪賽車能夠喺世界賽贏到幾次嘅冠軍，我身為一個中國人都感覺一個驕傲同自豪。亦對於我哋賽車手運動員係一個鼓勵同一個支持。事實上，中國嘅政府大家有目共睹嘅，佢個開放喺珠海、上海、廣州、從化、東莞、四川、華聰、蒙古一帶都會有賽車場嘅，可以俾好多嘅汽車發燒友、賽車手喺賽車場上度練習嘅，形成張雪對於賽車有呢個恆心同決心，不斷去研發同磨練。事實上，張雪已經冒起頭啦，可以證明到我哋中國嘅汽車技術可以超越到日本幾大車廠、歐洲幾大車廠。張雪呢個人係我哋中國人嘅偶像。一講起張雪呢個人，我就勾起一啲回憶，就想同大家分享。喺70年代、80年代嘅香港，有一個叫莫奇，汽車嘅貢獻係不少於張雪嘅。係啦，咁我下次同大家分享莫奇先生點樣喺賽車上嘅貢獻。多謝大家。